每一天，牧师甲你做伙祈祷。今仔日是6月17，诗篇126篇50到60安尼讲：流目屎也精止的，要出欢喜的声受歌。迄个流目屎带精止出去的，的确要带伊的长辈欢欢喜喜倒来。三甲来祈祷，互阮欢欢喜喜收割倒来的天父，阮感谢你，主啊！你是创造天地万物的主，你是赏赐活命的独一上帝。主啊，你互日出日落照时，你互雨水润泽土地，你互空中飞鸟地上走兽，海里鱼只拢受养饲。主啊！你阁是互阮伫你的恩典中来活，阮要深深感谢你，主啊！因着你的疼，阮通领受救赎的恩典，也因着你无比的疼的缘故。我要将福音的种子野出去，主啊！因为流目屎也种子的，要出欢喜的声受歌。迄个流目屎带种子出去的，的确要带伊的长辈欢欢喜喜倒来。祈祷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们。耶稣听你。顺利平安。